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本人，欢迎你收看今日新历4月初9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佮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是顶日台湾师范大学迄个治病学生住共宿舍的同学。今日开始，咱来去药房买喙炎，会当做一摆摕2礼拜药。大人9个，16岁未上的囡仔10个。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点名台湾，讲咱家己藐视，外交部当嘛要求伊着要即时回实的。蔡英文总统嘛有用 Facebook 发声抗议。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个是和顶日台湾师范大学迄个治病学生宿舍住共房间的同学。今日是无阁增加按国外带病入境的患者。到目前，咱国内已经有380站病例。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是新增1例的本土案例。这一位是案32在同寝室的室友，那现在是没有症状。那位322确诊后列为接触者。那3月30号进行居家隔离，4月6号卫生单位安排采检，那今日确诊。校园及宿舍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那该校各系所自4月6日至4月17日，会采行远距授课。除了自即日起，酒店、舞厅全面停止营业之外，在室内的相关的娱乐场所。仍然我们会持续的监控，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做到我们的社交距离的保持跟戴口罩，那也会相继会祭出一些相关比较严厉的措施。咱过来讲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就是非洲伊索比亚这国派出来 TEDx 这个专家谭德赛，昨开声批评美国的川普总统。伫咧调伊讲，我过去中国，这根本就是政治的思考。甚至谭德赛阁点名过去3个月，台湾对伊是攻击甲真忝。川普总统听到这款话嘛，放火刀，讲什么或者政治的思考，恁都要去看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安怎样伫咧往来，迄才是或者伫咧武政治啦。So when he says politicizing, he's politicizing. That shouldn't be. When you talk about politics, I can't believe he's talking about politics when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they have to China. 美国总统川普甲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互呛，原因是谭德赛安尼讲 ：Why would I care about being attacked when people are dying? My focus is saving lives. We don't do politics in WHO. 谭德赛日内瓦时间初8反击川普，批评伊亲中是咧无政治。过不到一天，川普马上反击，批评 WHO 伫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先误导病毒未尽传人，佮反对美国对中国禁航，结果疫情拢处理无好。美国每年赞助几啊亿美金予 WHO， 去年就捐150亿，中国只捐4200万美金，只有美国1/10。WHO 煞偏心中国，真无公平。And I think they have to get their priorities right, and their priorities are that everybody has to be treated properly, every country. And it doesn't seem that way, does it? 川普搁一摆强调，会调查 WHO 决定是毋是要中断金援。谭德赛不止骂川普无政治，美中唔通搁对立，甚至用3分钟的时间讲，伊3个月以来一直被种族歧视、人身攻击，搁点名打击人来自台湾。We need to be honest. I will be straight today. From Taiwan. And Taiwan, the foreign ministry also, they know the campaign. They didn't dissociate themselves. They even started criticizing m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at insult and slur. 双方隔空交会，会有20招。美国国务卿庞贝奥是表示 ，WHO 表现确实不如预期，好好检视因如何运用美国金援。不过即马唔是换谭德赛时阵。I don't want to look.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be doing that kind of change.
there'll be a lot of time to look back and see how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rformed. In the meantime, what our task is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 American taxpayers. 彭博也讲到疫情来自中国，中国有责任向各国清楚交代疫情。不过对彭博为谭德赛讲话，其他人不一定赞成。CNN 引用一位官员的讲法，指出 WHO 部分的问题都出自因的领导。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点名台湾，讲咱因为以种族的背景甲伊藐视，外交部也开声反驳，讲若闹这个话是真无负责任，伊就即时甲咱回唔着。阁有蔡英文总统嘛用 Facebook 发声抗议，蔡总统讲唔通赖咱咧藐视啥人，咱一向互人摆脱伫国际组织外口，上届知影啥物叫做受人藐视的滋味。外交部早起嘛，佫讲会佫捐缺喙炎，互美国、欧洲、东南亚这的病情摊了真严重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讲话大道歉，伫 WHO 的例行记者会顶悬罕见直接点名台湾，讲这3个月来受到台湾的人身攻击甲种族歧视，外交部对这件代志大力反击。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对我国的政府跟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类此污蔑的行为极不负责。我国政府严正的要求谭赛德干事长应该要立刻更正他毫无根据的指控，立即澄清，并且向我国道歉。就算讲有莫名其妙的指控，但是台湾无孤单。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的市长赫瑞普，就认体是台湾送的呼吸器。伊阁批评中国一开始隐瞒疫情，阁偷偷伫国外买医疗用品，而且带来俄罗台湾抗疫的拍拼，对捷克有重要的启发。甲台湾看做真正朋友的，阁有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特别伫推特顶悬感谢台湾捐200万片的喙罨，表示台湾所展现的透明度甲慷慨是世界的典范。进前80多名法国议员，阁有真侪法国医生甲学者，把联署呼吁 WHO 甲台湾合作。不过这嘛引发中国驻法大使馆不满，伫官网批评联署的内容有真侪错误，写甲含刮刮。就算讲中国继续打压，台湾伫捐出1000万片的喙罨了后，外交部嘛宣布正式启动第2波的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北欧跟中东欧地区的欧盟会员国，美国受创最严重的州。还有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这个总数加起来会共是600万片的医疗口罩。外交部强调防疫无分国界，而且特别指出，最高已经寄6万片的喙罨援助友邦施瓦蒂尼，而且甲日本正在透过管道讨论捐喙罨的数量。强调台湾伫国际期间会当斗3工，台湾嘛当咧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开始，咱来去药房买喙罨，会当做一摆摕2礼拜假。大人9个，16岁未上的囡仔10个。台北市郭文铁市长是讲，若在意咧看，上好一工有通用1个假，一摆就互人买规个月较合理。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分析讲，免夫人一摆买2礼拜，敢若成年人的假，就要传2亿6000多万地起来。算法要紧是爱分配互正人，拢买甲有，这较有影。真侪单位目前拢要求出入爱挂喙罨，后面用对喙罨需求增加。指挥中心对初九开始，喙罨新名制对原本7天会当买3个，增加到14天会当买9个。不过台北市长郭文铁认为，理想状况也是1天1个。国内喙罨的总量若是有够，都应该开放一届买28个，1个月份。按照我的理想，你知道哈，最好手口罩是1天1个来，因为也不是说假日我就不呼吸了。我如果真的照中央说，口罩已经生产量达到1500万，你知道哈，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应该是一次就可以买4个礼拜，就逼一次28个口罩。陈市长表示，未来2礼拜喙罨总量，大人的喙罨已经有2亿6700万个，儿童喙罨有4131万个，已经比总人口较少。不过，若是要一摆卖28个，所需的喙罨总量会是即卖6倍，佮无包括伫网络买、公布甲医疗使用。问题即卖毋是出伫总量，是安怎分配？总量当然是够，那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好，所以说要买1个月买18片哈，其实总量不变，但是做政府的就有责任把它分配的。好，让大家都可以买得到，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秩序做很大的变化了。
翠暗第4轮的预告启动，民众会当伫车站按8点之前上网络登记。即摆提翠暗的地点，除了原本的4大超商，另外佮增加专电甲必联社买当领翠暗，按到目前也是无开放伫网络买移动翠暗，爱去实体药局等所在买。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按今日开始，翠暗开放人咧买的额有搁增加，毋过开始有民众咧回讲，既然国内一天的生产量已经有1200万地。敢无法度2礼拜配到10地，甚至讲14地，安尼才有够通用。因为新的条件开放头一日，早起真侪药房排列的人拢袂少。药师工会这边面嘛望讲，政府爱斗3工，点真侪药局的柜台拢落去设价帮，才袂人来客去烂手咧喷，患病风险会较悬。伫咧药局门口一早起排队人是排甲路长，坐了几多日。翠暗是命制3.0新制自催告开始实施。民众买翠暗的周期有做调整，自1礼拜1遍改做2礼拜1遍，而且大人的翠暗自3片推悬到9片。不过，真侪民众认为，国内翠暗日产量已经超过1000万片，每一个人翠暗的配给量应该搁再增加。是有14片是更好，因为礼拜天还有2天要带啊。小朋友真的是没有，因为上课一定要讲话。第一天就帮我用了5片，一天1片，但是会比较好的。如果上班日的话，我觉得最少可能大概5片，可能差不多。药局排队买翠暗，过期规定要按照身份证号码上买字的号码单双号来买。3.0是无分单双号，每工拢会当买。排队买翠暗的人增加，药师工会全联会呼吁，为了要降低感染风险。建议药局的柜台应该装透明的价帮或者是塑胶布来挡喙烂。接触民众最近的地方的收银台，要有像亚克力的防护罩，还是自己去选择做塑胶膜，可以避免感染。我们没有余力再去找一些亚克力的厂商，要求政府针对每个药局的一个不同的状况来协助我们来做一个防护的动作。另外，为药局讲。政府流程规定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目前无强制力，排队的人挖正挖，恐惊引发群聚。建议政府规定民众无论是伫外口排队，或者是入去药局，拢爱强制挂翠暗。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咧开始，咱的国民会当寄翠暗去互点伫咧国外二丁亲。毋过，即阵包含意大利、德国、加拿大已经有100通国，因为海关封锁这个原因，台湾的包裹无要收。早起经济部开放登记寄翠暗的网站，因为一捆头伤侪人入去申请，后发生故障，但是已经排解好势了。早起9点，经济部所设的翠暗寄出国申请许可的网络系统开放了后，都有真侪民众一直去登记，致使网站故障芳袂行。经济部贸易局的电话嘛拢满线，但经过修理，网站虽然开会行，不过速度是有小可较慢。经济部嘛表示讲，真理解民众望要紧互海外的亲人接到翠暗，不过网络系统虽然经过过验，总是常常若伤侪人登记，惊的嘛是未堪得到。咱过来讲，早起蔡英文总统去台南视察陆军炮兵营战备任务的训练。这回操演上届引人注目的，就是9个女性的士官兵所组织起来自走炮班，全连表现出巾帼不良秋味的精神。蔡总统致辞的时也特别开声，甲因肯定甲学乐。其98公斤重的炮弹都能够面不改色扛起重任，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不论是国际国造、国建国造，或者是个人装备的提升。改善生活品质、居住环境的新安专案等等，我一定说到做到。在室外的这个防疫的理解，所以我们全员都会戴口罩，就是这样。那其他我们用最小限的建制来做操作的训练。蔡总统唔但颁发加菜金，阁有发声鼓励国军讲，一平民抵挡病情咧看，军事训练嘛拢无去减着，确实是真尽责任。另外，陆军炮兵的陈准元指挥官，后针对进前国防部严德发部长咧提起，国军一天敢若配给着17000个翠暗的情形，特别强调讲，军队拢有照规定申请翠暗，后实施人阵分开，阁有分所在训练的安排，会尽量避免营区内底变作是病症摊开的破拍。过来讲，早起行政院议会头一摆用视讯。
就是电脑镜头连线开会，内容讨论到病情咧团的情形，佮有种种应变的安排。南部6都，包含高雄市韩国瑜市长、台南市黄伟哲市长，拢有亲身连线来参加。行政院后经过政府专用的网络，一日查验开会人员的身份，嘛确保讲会议的资料，决定是袂漏泄出去。也为了确保视讯会议进行可以很安全，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进行视讯会议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政府的 GSN 专属的网路进行视讯会议的资料的传输，必须要指定电子邮件验证身份之后，才可以登入他的系统，这个人才可以出席我们的视讯会议。行政院议会头一摆改用视讯会议，苏贞昌院长嘛指出讲，清明休假过，台湾就正式面对带动病情咧团第3轮挑战咯。讲到5一劳动节连续假期敢有要取消？苏院长讲，有原是望国民会当正常生活，毋过政人拢着爱提高警戒。总统府这边昨嘛同款，甲府务的会议改用电脑镜头连线视讯开会，佫有演习分组分区域办公的安排。因为国际金融的市场确实受到病情所传的影响，虽然台湾的股市早起开盘有保持涨的势面，10000点顶头也佫翘在。毋过讲到3月，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就规定，有条件禁止人放空借股票来买，佫有国安基金敢会煞落去护盘买股票这2条带。金管会甲财政部双方面是拢讲，都要观察全世界病情拖了敢有较平静，才佫来拍算。伫吹背台股重新登到万点，早盘搁再延续起势，以起35点开出。伫台积电、台立光、鸿海、国股等宽达股带头做阵去进行之下，指数是起将近100点，严格表是由红变乌。目前指数依然伫咧平盘之下来来回回。针对进前金管会所实施的有条件禁放任是毋是会取消？金管会主委郭立雄早起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讲，也该观察一段时间。我们有某种程度也是延期美股的高度震荡，那美股是不是趋稳？我觉得这还要再观察。疫情的控制不是只有台湾疫情的控制而已，当然要跟全世界的疫情，特别是欧洲跟美国的疫情，是不是能够受到控制，也都有很大的关联。郭立雄讲，因为即马国内开始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也有一寡店暂时休困，民众也较少出门。不过，国内疫情也未完全受到控制，也该进一步观察疫情对总体经济影响。而国安基金伫3月19出入授权进场了，将会伫后礼拜日4月13开授权进场了的第一遍例会，是毋是继续护盘或者是退场？财政部长苏建仁讲，尊重委员会共同决议。台股的营业日平均每天差不多都涨了100多点以上。下个礼拜的例会会不会讨论退场？我们主要目的不是在赚钱，就是要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要尊重委员的这个共同的决议的。苏建仁讲，进前会授权国安基金进场，主要是为着要超前部署，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市场若是有无理性惊吓，会造成资金大幅度移动，或者是失去信心达到进场的条件。观察目前后面疫情依然正严重，所以13个例会会就此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顶日有消息讲，劳动部已经有按算遐个点工地自由，互人叫工。佫有艺术创作这款家己独立咧做势头的人，拢听好经过职业工会去申请上悬3万块的现金，暂渡难关。这也引起真侪工会这几日的电话是接袂煞。毋过详细的办法，但是着要搁等劳动部和文化部所编的特别预算，经过立法院审查了后，才会正式发表出来。现在对于说这个纾困提问，大家其实都蛮想要说，透过职业工会得到申请的表格。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这礼拜接到成百人敲电话，或者是透过线顶探问。劳动部针对自营作业者一个人，逐个月1万块，上侪发放3个月现金补贴，要安怎领？工会表示，有路的部分还阁爱等劳动部甲文化部公告，因为具体的方案工会嘛无了解。劳动部说这些事情是交给职业工会处理，但是职业工会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然后部里事先也没有跟我们沟通，然后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就连工会自己都还
就是很焦急。那工会电话接袂了，立委早起伫咧立院质询的时阵指出，劳动部嘛一直接到自营作业劳工探问的电话，安怎才会当来领？不过政府编列的特别预算，其实还未通过立院的审查。我想各界坊间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今天申请了，明天钱就拿到，但事实上连立法院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让大家有一个认知啊。就现金补贴的方案，的确是以有投保的为主，职业工会为主，一定要有劳保。那如果没有劳保，那就是请文化部这边看有怎样的方案来协助他们。做艺术的大部分拢是家己接案较济，无固定咧红请。工会捌统计，有要50成的创作者无保劳保。劳动部长柯明春嘛指出，目前符合资格会当领的敢若有3万人。工会建议应该爱甲投保国民年金的艺术创作者嘛包括在内。记者综合报道。咱也来关心美国病情拖了上严重的纽约这州，昨过一日，阁有779个患者过往，不幸的人数是一日一日悬。纽约验出致病患者已经将近15万人，敢若只就管过西班牙规国病例的人数。纽约州长是讲要求民众唔通伤过晚近，确实有效。患者咧加，渐渐有较袂遐紧。州内一寡出名的场所，你像 ATP 网球场、圣约翰大教堂，当下拢总改做临时的病院咯。纽约州新冠病毒疫情真严重，过一天死亡人数连续2天创新高。 The bad news isn't just bad. The bad news is actually terrible. Highest single-day death toll yet 779 people. 目前纽约州累计死亡人数6268个人，已经是911恐怖攻击罹难者的2倍，确诊病例要到15万人，超过全球排名第2的西班牙。州长古莫只是全州降半旗来悼念死者，毋过嘛表示疫情已经有较好，全州新增加住院的人数明显降低，暂时救病。毋过嘛强调讲，这是都是社交距离规定的成果，短期以来未放弃这寡措施。 波多黎各的资深急救护理人员讲说，儿子甲伊的爸爸妈妈住伫纽约市，逐工上班若是咧作战，上侪捌一暝看过7200多通的紧急电话，对患者感染了后快速恶化，还有死亡的速度感觉真惊吓。纽约市长毕书豪讲，疫情对西下甲非下民众的致死率较大，会针对这寡族群加强宣导。 另外嘛，坦白讲，有食饱的患者伫家己的厝内就死亡，嘛无接受过病毒体检，可能会变做官方疫情统计报告的所在，未来会日去计算。为着要消除病床的压力，纽约市曼哈顿心中地带圣约翰大教堂过去10天正在进行改革，准备要来做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野战病院。目前教堂已经收到400张的病床，已经设置56张。上近1礼拜第当开始收患者，由西奈山病院甲慈善机构撒玛利亚救援会支援。另外，美国棒球协会嘛，伫咧纽约红校区比利金金棒球中心改建做临时病院，会当提供350张病床。就算个疫情继续伫拖，伫咧社交距离的关节之下，也是有真侪纽约人怪袂掉。伫咧天气真好的时阵，选择出门小运动轻松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香港这边限制公众规定做伙集会的命令，当时会继续实施14天。还有明仔载4月初10开始。 电头毛、美容甲掠零这个店头，拢袂当搁再营业，嘛着要暂时停困14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嘛宣布讲，未来这一冬，伊和主要的官员薪水拢会减1成，和市民同齐渡过难关。為咗表示我哋願意，亦都係需要同市民共度時間。我本人同埋各位主要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同埋13位局長。 以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喺未來12個月會減薪1成。原本新的財政年度對家己加薪12萬港幣是開放態度的香港特首，昨日宣布因為疫情要甲民眾徛做伙，甲主要官員減薪1成，為期1年。另外嘛，公布第6輪的抗疫基金計劃，會針對保障就業、行業援助、寬減租金進行補助，金額有港幣1375億，其中薪資補貼相當半年，詳細是薪水一半，或者逐個月港幣9000塊。另外，港鐵對7月初開始減票價2成，或者是月票逐個月減100塊港幣，為期半年。 香港疫情繼續咧拖，港府正進行嚴格限聚令，嘛下令美術館、卡拉 OK 甲夜總會在場所暫停營業，毋過敢若是看無效果。港府初步都咧宣布限聚令要延長14天到4月23。
对七十开始美容美发嘅年龄，買關14天。我哋咧都係為咗係減少人群嘅聚集啦，同埋咧喺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地方咧。政府表示，這2禮拜確診者本土感染嘅比例是增加真多，規定所限制令是希望民眾家己控制，政府會嚴格執管。香港初步增加25例確診，總確診人數破950例。初一開始，政府強制要求所有的機場到香港無病徵嘅人，愛坐專車到亞洲國際博覽會臨時採集中心檢測新冠病毒，再進行居家強制檢疫。記者綜合報道。因為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各加一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診斷確定。但同時代內底也有2個患者咯。但台灣師範大學的校長吳正義頭拄仔就說明講，全校攏愛停課，教授換用網絡全面性佇線頂教學，實施到4月17。自本4月18、19大學甄選的面試，嘛全面改做書面審查，這通減少人甲人就近相會的風險。過來，咱嘛甲觀眾朋友報告，昨因為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各加3針武漢肺炎的病例，其中一個30幾歲女性是佇國內去感染到，胃病源頭，當大家閣經過查明。昨有消息講，這個小姐人啊是踮酒店咧上班的公關小姐，但酒店業者嘛決定要暫時停困2禮拜，消毒酒店內底的環境。伫拜三新增加的武漢肺炎本土確診病例是一位30幾歲女性。這個月初時出現發燒、流鼻水，家己去看醫生了確診。經過疫調，這位女性普通時攏佇咧厝內。第2月初9去過東南亞，將近就轉來。伊翁婿捌佇咧1月去過中國的廣州，目前抑閣暫時找袂出可能的感染源。驗過即馬傳出，這位個案是一位酒店的女公關，而且佇出現症狀了，抑閣去上班。業者決定停業2禮拜做消毒。人跟人的接觸都是蠻密切的啊，距離靠得很近，而且通常是不會戴口罩哦，所以如果有人真的感染的話，這個地方是容易傳播的。業主呢也不太喜歡把他的客人的名單泄露，所以疫調上本來就會比較困難。另外，伫今年1月自武漢轉來台灣，去高雄金馬利舞廳的大商，佇確診了自1月23開始就帶入去富華客入病房，到即馬超過2個月啊。驗過因為採檢攏一直是陽性，抑閣無法度出現。醫生分析，有可能是伊病毒排出的時間較長，跟個人的免疫力有關係。這是一種特例啦，就是總是有一些人呢，他的病毒的存在時間跟大家都不一樣啊。那這個代表他的病毒很可能存在他的腸胃道，就一直躲在那個地方，他的免疫系統沒有辦法把它清除掉。另外，伫清明連假了，各大病院出現心臟科看診的人有增加的情形。醫生蘇一芳講，雖然目前有90%的民眾攏是驚才會去看醫生，不過數落來2禮拜，若是本土的個案有明顯增加，就可能跟清明連假的關注有關係。記者綜合報道。咱國來講，台北市和新北市攏宣布即時開始出入公有市場的民眾，喙炎攏一定要掛好條。針對風聲講有酒店的公關小姐診斷確定致病這件代誌，台北市防疫的指揮官黃珊珊副市長是講，一切攏得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調查的結果才過來講。新北市咧曉無薪假的，當時已經超過2000人。侯友宜市長嘛提醒中央，愛替勞工的生存問題拍算大勝。為即馬開始，唔管是打商還是買菜民眾，你佇公有市場，唔但愛量體溫消毒，閣愛甲喙掩掛開，真濟民眾攏真配合。閣有人連面攏炸開，確保安全。但是有人講喙掩數量傷少。很好啊，反正養成習慣就好了。你規定我們這麼嚴，像上公車要買，要帶，坐計程車要帶，上產要帶，那我們都很配合吧？這個不夠用嘛。這個新制度，打商攏一認同，佮加上經濟部提供每一天2片喙掩，不過有人感覺政策宣布了太慢。有點嫌慢了，因為傳統市場本來就是人潮會聚集的地方啊。是95%以上都有戴口罩，從今天早上到現在為止，好像是看到只有2個客人沒有戴口罩而已。疫情一直咧拖，新北市強制規範進出公有市場攏愛掛喙掩，若是有大商無要配合，會當以食品衛生安全法來抗議。若是無要聽，會當開罰。政策實施頭一天，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親身到市場視察。有風聲講台北市有一個酒店女公關確診，這間酒店嘛有通知台北市政府要暫停營業到22。黃珊珊指出，一切要等中央疫調的結果。
只要有相关工作场所有确诊，台北市都会做好疫调。那每个行业都有可能发生，疫调结果才知道所有的接触者有多少。所以也是一样，重点在于确诊之后的疫调匡列，而不是在于那个营业场所的性质。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到4月初8为止，新北市放无薪假的人次超过2171个人次，比去年同期18个人超过真多。市长侯友宜佮呼吁中央要对劳工做好超前的准备。未来失业率会超过5%的几率很高，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无薪假有舒缓，我们的资遣比例会下降，看不到，所以我们要拜托中央对所有的劳工要赶快做好超前部署。新北市最近几天确诊个案的数量继续在降，居家检疫的人数嘛为1万多人降到3964个人，但是因为有真侪站的本土个案还未有查出感染源，面对严重的疫情，犹原爱谨慎以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新北市，进前3重埔一个姓黄的男性，在家内检疫的期间，却走去台北市东区的夜店出入。互主管机关认定讲分明是恶意去人阵坐室内场所，已经重罚伊100万。但7天规定的期间到，黄某人却无来清偿。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限制伊出境，未来阁会针对伊的财产强制执行。若阁闪避唔纳食，无定是连躯体管束该收押起来都有可能。3月2日，伫台北市东区夜店东场被警方应检查到是新北市3重埔一个30岁姓黄的查甫人。因为被认定恶意去东条组一个密闭空间，当日倒被重罚100万，各强制安置。7天交钱期限已经过，姓黄的查甫人依然无交罚金。新北市卫生局函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执行，执行署人员到伊户籍地址却找无人。他妈妈说，这位黄姓义务人，他只是户籍设在那边，实际上人没有住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同仁也真的透过这个手机，他妈妈的手机跟义务人联系，义务人他是说他真的缴不起这100万的一个罚款。执行署表示，经过调查，姓黄的查甫人为108年到即马总共出境14摆，研判伊就可能规避执行，马上启动防毒机制，解除限制出境的处分。他个人名下的不动产是坐落在云林偏乡的无比持分非常微薄的一个土地啊，没有什么价值。那另外，他竟然查不到所得来源资料。后来我们又在透过调查，发现他目前是任职于一家外商公司。后续确实依然是无交罚金，这样查甫人恐惊会被具体管束处分。执行署也呼吁民众一定要落实配合防疫政策，但是恶意无要交罚款，一定要展现公权力。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这站桃园国际机场一日来旅客出入的人数，那个较无1000人。这也是机场开始运转到当41档上届少人的记录。但道立委咧提议讲，敢无要归期考虑甲机场内底2栋航空站的大楼关一边起来。交通部是讲，这都要搁经过详细评估。机场内面卖礼品的店头遐员工嘛讲真烦恼，敢会连面都要面对失业的危机咯。机场的航班表规排拢开始取消，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同机场一天的旅客较无1000人，创下启用41年来上少纪录。机场的商店嘛受到影响，便利店无啥生意。有立委建议比较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关一航厦，机场商店员工就讲，疫情爆发的这段期间，人客减少真多，活跃班嘛减少1半以上，员工甚至烦恼，恐惊会失去头路。可是我是属于2航，他没有选择是关1航是2航，是不是？对。那我们就可能会失业，因为这是大环境的问题，不是我们对，所以就是你担心也没有用。投机公司表示，有开会讨论有方案，按个要确定，无精神征收跑道甲仪体设备。交通部嘛回应，要考虑疫情结束时间，甲关机场一个航厦了后，航空公司的航线要安怎安排？业者嘛反映，目前该当轮流开店，减少营运损失，希望政府会当到3天渡过难关。如果是政府关闭，那我们作为这个合约跟机长签约，我们会去跟政府要求要补贴。那我们也会照顾我们的协力厂商，
我们需要补贴他人员的安置啊，这些营业的损失，都要赔偿。业者嘛表示，已经向经济部争取，希望认定机场的商业服务，嘛是旅行旅游业者来做薪资补助的纾困对象，争取生存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嘛有报讲，劳动部统计，全台湾咧休无薪假的劳工已经有8700几人。其中，敢若高雄近来7天就增加383个，是加上介侪人的县市。啊，毋过高雄市劳工局说讲，照因算出来，近来7天毋若无加过减，总是高雄的旅馆、民宿甲餐饮业这站起草确实有遐歹。你像一间原来真有名声汉苑阳明饭店，就宣布讲，自明仔载开始暂时要停困，无要营业了。用手机上人力银行找头路，原本伫饭店找头路的先地，因为饭店大房已经连续2个月无真好，4月1号离职找其他的头路，同事嘛放无薪假。上一份工作的防务人员他们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月平均大概上到就是15至18天，然后他们就是那一群人就是把这个月就是削掉。劳动部统计，餐饮旅宿业是这波疫情造成同侪无薪假的产业，而且全台湾到8号无薪假已经达到8739人，其中高雄市总数904人，7天内加了383人，是全台湾增加同多。不过高雄市劳工局表示，中央甲高雄的数字无同，高雄这7天应该是减少3人。我们家数并没有增加，但是我们因受到无薪假影响的劳工还减少了3人。那在这个数字上面的差距呢，我们已经请劳动部内部做一个厘清。根据劳动部统计，前7天全台湾只有汤市无薪假人数减少，但高雄市劳工局强调对家己的统计有信心。另外，是毋是无薪假的人口转型失业，就要等劳动部公布。不过，高雄餐饮旅宿业也是无较好，在地有名的寒暄饭店、阳明店宣布10号开始暂停营业。营运方面的调整，所以这家店呢，我们先采取歇业。但是我们会兼顾到员工的权益。业者表示，只是调整营业空间，有餐馆的民众也是会使到其他的分店使用。记者杨传高建顺给我报道。搁来关心国地头的消息，4月初4，彰化一个9岁的查某囡仔，老师去因厝内特别甲伊辅导教课，那像说发生管教过头的情形，造成这个学生身躯受伤，甚至骨头骨断。啊，学校当时讲，因为家长拜托，老师才特别去查某囡仔厝里教课。但老师是已经先请假，彰化县的教育处也了解详细，看伊敢确实有处罚学生，甚至出手甲人苦毒的情形。查某囡仔的手控石膏，脚嘛有乌青，家长看到是真唔甘。家长讲，这个伤是来处理甲看功课的学校老师拍的。他有说他打小朋友对啊？对，真的太过分了。怎么说？但是因为老师要打，也不能打得那么的严重。控制啊！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查某囡仔的声也是溜溜咧喘。这个月初4，家长请老师来协助查某囡仔课业辅导甲管教，想袂到医术甲体罚，致使9岁的查某囡仔分数几个所在拢受伤。家长通报学校，学校就是启动调查。目前就是了解小朋友受伤的状况之后，有立即进行校安及儿少等法令的通报。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会依照儿权法的第97条来开罚6万以上60万以下的罚款，并得公布这个施虐者的一个姓名。学校表示，这个老师是代理兼导师，目前伫学校服务1年外，这届应该是受到家长拜托，去查某囡仔厝里做个别辅导。目前彰化县教育处正咧启动调查，社会处嘛咧确认敢有违反移权法。不过教育团体认为，老师去学生厝里，若无正当性，沟通的方法可能嘛出问题。这个老师到底去家里到底是做什么？因为如果课后辅导一般而言是在学校做，这是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这个老师就算要做课业辅导，地点嘛应该伫咧学校，无应该伫咧学生厝里。而且这个老师嘛无甲学校讲这件代志，教师职业伦理出问题。教育处除了调查这个老师敢有私底下接家教，嘛爱对这个学生做后手追踪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昨台东遮一阵少年家为着庆祝朋友生日，竟然入去人一间洗车场内底，甲做生日的主角白点椅仔顶，毋但摕技能搁共牵，搁用洗车场高压水枪共钻。洗车场的头家看到监视器嘛，讲水枪拍出来压力是将近要100磅，直接钻无定会掉伤呢。
暗时11点外，这阵少年人甲洗车场当作庆祝生日的所在。这个生日的人红绑伫椅仔顶悬等价2个，刷落来有人摕着水枪对伊喷射。这个人听甲挡袂牢，用跳的离开。这阵人更唔肯罢休，继续喷甲伊人拢跋倒。然后用高压水枪直接喷射这个寿星。那寿星它碰到水之后，它也很痛，那高压水棒它的压力80到100磅左右，那直接冲到人的话会受伤，那它当然会痛。洗车场的业者摕出这歹去的椅仔卡拢断去啊，就知影迄时阵酸过头。业者表示，这喷射水枪的威力，那除了刀啊同款，是会误出人命。除了会有毁损罪的问题的话，那还会有刑法上伤害罪的问题。那如果还有影响到周边住户的安宁，那也有会违反社会秩序或违附法。这个是高压水柱，那我们一般会称它叫水刀，所以你看到有水刀洗车，因为它喷出来就像一把刀刃一样，所以在近距离去打到人的时候，它是会受伤的。少年人爱耍做生意耍过头，虽然是洗车场的业者无愿意追究，不过警方已经根据现场的车牌，要来找这群少年人，要考考因这件代志的危险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少年人有当着啊，大家嘻嘻哈哈，欢喜耍一个过头。3成以外，这都会。新闻顶头，咱嘛常常咧看。毋则过去确实有真侪俗语话，咧提醒讲少年甲老的比较。头一句，咱和观众朋友做伙来讲，永早流行甲单，大家拢会晓讲。讲少年毋捌想，食老毋正样。这句确实是真有影。少年家，咱就爱学讲，食一回，学一回过。老的老无定，这句确实是有影。总是讲，咱想一个较长咧，有好无歹。啊，少年啊毋捌想，有人讲少年啊袂晓想食，食老会毋正样。这句古早咧讲，确实是正理，无毋对。毋过咱嘛知哦，嘛知影讲有真侪少年家，虽然少年确实毋捌想。人伊若晓反悔，会晓浪子回头，人生所行的路，无定原来真开阔。所以原来有另外一句俗语，咧提醒人讲：人袂老，客袂考。这句简单讲就是讲吼，人无得去撩啦，牛有撩，人无撩啦。你唔好看讲吼，这个少年即马真正袂晓想，这个少年安尼浪流连，你著甲笑伊讲，当你食老，稳当都毋正样。若讲正经，互伊智觉，互伊觉醒。互伊浪子回头食，人袂老，客袂考啦。有一日吼，咱的老人原来会大啦，伊决心重新来做好囝，行正路。人若甲老的时阵，改变一个形象，行出家己一片的江山，这也无得确。总是讲人袂老，客袂考，世间事是难得了想，这有影。啊，毋过少年啊，真正毋捌想，另外还佫有一句俗语话咧讲，就真咸咯。少年壮年啊，真正毋捌想。一变戆者，上界严重的产生甲啥款？人讲少年若无一变戆，路边哪有有影光？这句话讲起来是真严重的话。咱若想一个真针对这句俗语话内底道理甲听落去，你就真正会当体会讲，老大人就是心肝看得真艰苦，才会讲少年家用这么咸、这么险的话来批评少年家。煞毋知影讲少年就是戆，有当着啊吼，袂晓想，代志做落去是无得通去反悔呢。咱咧讲要栽，上界生惨就是要栽啦。少年反悔袂赴，路边毋则有迄个有眼光。有眼光就是讲无主的，找无人拜的。少年有当着啊，伤过冲动，举刀举枪出来弹，甚至讲乌托摆骑了伤过头紧，车驶了伤过头紧，到尾啊，一条性命都付甲无去。路边才有即款有眼光，人咧敬拜。听落去，你就知影讲，原来即句话讲了是遮尔啊咸，遮尔啊险。你可能讲少年确实着爱食一回过，学一回知。因为老步担定，这是有好无歹。你讲看有影无？赶紧，咱过来关心嘉义太保遮嘉泰监狱区，这原来一个少年家不幸的代志。只有一间印尼部的工厂，昨7点外时，所发生一个20几岁按越南来劳工，无注意，加入去织布机内底，送医也救无起来。劳动机关今日也去到现场了解，要理清业主劳动安全的责任，敢有疏忽的所在。来，
劳安人员等在勘查工厂的机器，通好了解工安事故发生的原因。嘉义县的嘉泰工业区特别发现移工操作机械无细致，加入机器内底过身的意外。业者依法通报相关单位了后，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也派人来勘查现场的状况。现场的话，我们就是已跟他停工，要他做改善。改善完了以后，他有一个复工，我们会召开一个复工审查会，同意以后他才可以复工。这件意外发生在初八暗时7点外左右，一个20多岁越南籍的男性技工，去互光报机架落去，在消防人员的抢救之下，也是无救到转来。嘉义县社会局目前正在配合中人来联络家属，因为防疫期间交通不方便，会先联络家属了后，再来提供协助。因为这是刚发生啊，目前就是要看因为检察官相验的结果，如果说没有其他疑点的话，那也会尊重家属的意思，但是说要先遗体冰存，还是说用火化的方式让家属带回，这个可能是比较后续一点，再跟家属来做一个联系，才有办法来决定。治安署的人员表示，调查会会在1个月了后提出完整的报告。到时阵再来评估业者的责任。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对在地中小企业举办500多场的卫生安全宣导，未来继续加强减少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若讲政府要求按机场入境的旅客，拢要照实写健康声明卡，煞无明确甲旅客讲会进行电子围篱这款网络的监视，这也引起侵犯人权的顾虑。今日，就南郡的立委伫司法委员会质询卫生福利部。讲敢会将这种警告的言语写落去？不过卫生福利部是讲到单拢也袂的。他认为可以用手机定位他人的行踪或活动，原则上可以还是不行？可以的举手。一开喙就问政府部门敢会当用手机掌握民众的活动，因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查到针对政府用资讯国安做理由，电子监控民众的手机敢是有侵犯人权等等的议题，要求各部会报告。不过，若为这个政府要求机场入境的旅客填健康声明卡等等的表格，敢有甲会进行电子围查监控的代志写好清楚。结果卫福部赶快表示也未更新。手机号码提供之后的话会被追踪，这个事情没有在通知书里面还没有更新。到现在还是没有更新，还没更新，所以我是3月30号在委员会提的，我希望你们可以即刻更新。那为这个无明确告知侵害人权，立委是要求官员说明电子围查这块的正当性。超过那个讯号的范围的时候，那就会有告警，那告警简讯就会发给警政、民政，还有号码跟简讯，没有其他的资料。如果是他个人手机来讲的话，未来的资料就是依照个资法的规定来讲，先会去删除。若是连假期间真侪景点拢有真侪人，官方把用电子监控的相关技术，提供民众人流最少资讯。进到我们的范围内，那可能我们收到了会有车子进来，但是我们不会去连接到个资，我们就会发一个简讯给他，譬如这些地方已经有拥塞现象。要建议他分流。不过，调业立委拢认为讲，目前为着防疫收集居家检疫也是隔离的告知，敢会保存，也是等疫情过去了后就会销毁。法官依据爱清楚，那位嘛建议用紧急命令的手法进行执法的行为，跳过法院的定数，确实有侵害人权的疑虑，有补足法官依据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近来真侪公共场所拢会利用红外线的机器替出入的人磅体温。不过，却常常发生民众手捧烧的饮料，产生检测度各样。但公研院利用 AI 的技术，自动将人体以外的烧度拢总提显上，互监视体温量起来更较准。民众手提的小咖啡，曾经过体温量测的机器，马上哔哔声大叫，这是差不多逐工都会出现到的场面。且透过利用 AI 人面辨识系统，更加准确分辨的对象，和过去这款的状况袂再发生。黑色的部分就是一个热源的咖啡，是，但是它不会显示出它的温度。是用人工智慧去判读影像，把这个影像里面跟人脸不相关的事情先排除掉，像汽车的引擎啦、猫狗啦、咖啡等等，很精确判读说这是人的体温。来到外口的空间，过去吧因为来往车辆的关系，和体温监测常常发生的异常，再利用技术，把使直接锁定人面辨识的体温的侦测，唔免搁再烦恼鸟、狗还是公车、汽机车来造成干扰。外的话。因为每天可能高低温误差超过10度以上，可能会出大太阳，可能会下雨，所以我们在整个装置里面有加了一个恒温的一个补偿的机制，让它能够精准度
维持在正负0.3度C 之间的一个范围里面。这些技术事实上分散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面。这次因为要量体温，而且要室外，而且又要这个很多人短时间之内量体温，我们就把以前做了一些研发的一些技术结合在一起。目前这项技术会使同时间透过人面辨识，预测镜头3公尺内底所有的民众，和量测期间人会使更加快速通关，袂使有效降低人员的负担。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咱搁来讲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人来遮行搭算无济，搁有报花咧挡风，遮是有超过150种鸟只咧出入。根据统计，园区内底乌面腊飞，但已经有556只，超过5年前428只的记录了。规定的乌面腊飞撩开过湿地，看起来真壮观。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人为的干扰真少，鸟仔拢有通食，佮加上有报花杂风，遮的生态有影真丰富。毋但有乌面腊飞，也看到红喙海鸟，也佮有乌白海鸟和白灵丝等等上百种的鸟仔类。园区内底也佮有红树林、水笔啊、沙尾蟹和石贴啊等等。即阵也真做是学校进行生态教育的重要场所。今年客家湿地的黑面琵鹭呢，已经破早期的428只，今年已经达到556只，也是最高峰安尼啦吼。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伫咧集水溪北边宝华内底的南地，有买过20公顷的面积，是林务局做休耕的农地正式补助所设的湿地生态园区。这几年正做乌面腊飞过冬休困的所在，客家湿地生态园区也正做是台南地区乌面腊飞第3多的所在。所以这里呢，每年都有记录到好多新的那个鸟类来到这边栖息。总共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记录到150多种的一般鸟类。林务局2礼拜伫进行一摆乌面腊飞的普查，逐年差不多9月份左右，乌面腊飞就会来到台湾过冬，清明节过就会离开。民众若想要看鸟仔，会使来客家骑脚踏车欣赏湿地的生态，搁来遮欣赏互人记录做国际级保育鸟仔类的乌面腊飞。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台南下营遮一个67岁的老农民沈东林，去年11月伫咧双营桥骹设一卡货柜，用家己种的水果落去摆良心的水果摊，就是规工无人顾，互人自由食走。毋过果子嘛拢卖了了。新鲜是嘛讲伊嘛欢迎其他的农民做伙来摆，愈摆就愈热烈。台南柳营外宽道路双营桥边有一个大货柜，内底菜价啊有放木瓜、金蕉，搁有一寡林松果。毋过煞无人伫顾店，其实这是沈东林伫咧去年11月开的良心水果摊。从家己摕家己落钱哦，其实是无咧计较讲会当收偌济啦。嘿，我这是要吸引人哦，伊就来遮摕，互伊来摕，比如讲摕比一般去市场买较俗，互伊每一工有来摕伊啊，感觉足欢喜的，有一点点小确幸。沈东林讲，即寡果子、菜色拢是伊用自然干发种的，逐工摕来遮卖。就是希望会使增加农产品的销路。拄开始只是试验尔，毋过即阵已经累积袂少市中的人客，而且真侪人客佫会用簿仔注文要伫啥物。这顶面的记录就是人客来良心水果摊交关上好的证明。大家每一工也是厝里若有种有种的物件，无用啊济，会当摕来遮吼，大家分享，就是摕来义务。沈东林强调。伊的目的毋是为着要趁钱，只是希望带动风气，吸引其他的小农同齐来遮做生意，上好会使变成假日的小农市啊，互愈侪消费者会使直接甲农民买农特产。记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鱼池乡东公川，这是兰花的故乡，全台湾有8成虎头兰拢是遮生产的。近来因为天气愈来愈热，兰花就要重新发展。但嘛有一对农民兄弟啊，倒来遮投入兰花栽种的工课。鱼池乡公所嘛鼓励少年家利用地方创新辅导的计划，做伙转来故乡打拼种兰花。一束一束粉红色的虎头兰，这种兰花已经包好势，准备要出货。转来故乡南投县鱼池乡种兰花的少年家朴喜全，伊讲今年花期的绩效真好，不过因为天气无够寒，虎头兰的产量有减5成。我这以前都下霜，现在都不会。晚上顶多清晨顶多7度8度而已，
以前都可以到差不多1度。对兰花的蓄积能量啊，跟分化花芽种种原因其实都影响很大。南投县鱼池乡是全台湾生产虎头兰这种兰花上介多的所在，产量占全台湾8成。不过因为这几年天气变化较大，虎头兰需要重新搁再育种，才有法度适应较烧热的天气。蒲世全表示，这差不多就要10年时间培育，即阵搁加上回笼高龄化的问题，鱼池乡的乡长刘启环希望政府会使协助少年人种兰花。经过咱这个国发会地方创生辅导渐渐一寡咱的年轻一辈想要回来咱的厝里咱的家乡，咱这少年的回来，咱就哪有活力，哪有这个青春的这个动力鱼池乡公所表示，虎头兰一年会产达差不多5000万，希望未来会使有更较侪人加入培育和财政技术的这个工课，让鱼池乡兰花王国的名声会使通四海。记者综合报道。气温有较降，下半部天气怎样变化？咱来看看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1度到24度，中部22度到27度，南部24度到30度，东部21度到26度，金马平湖16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本人，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